再来，还有一种类型是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的选项。由于没有参考图片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听得更仔细。我们一样用2次听法。第一遍先听主要的问题和选项内容，听第2遍的时候，记得要去听对话中的关键词来对照答案。我们就用这样的策略来解题，一起试试看哦。我查票都买好诶，伊也下怎讲唔想出去了？你先去茶头处理票嘅事情，怎来做打算？请问，什么人喊伊去茶头做乜嘅？1. 赶火茶2. 打票3. 退票。所以我们听第1遍最重要的是把问题和选项听清楚。也个问题是，请问什么人喊伊去茶头做乜嘅？这个女孩叫男孩去车站做什么？应该先放油、赶火茶、打票、退票。听第2遍时，记得去对话中找关键词。亚题嘅关键词是：我查票都买好诶，伊也下怎讲唔想出去了？对照我们的答案有1. 赶火茶2. 打票3. 退票。对话中的关键词又说，男生手上有票，但是有人说他不要去了，所以答案是去茶头退票。